嗱，呢個羅馬書3:24樣講，自家啲透過上帝嘅恩典，自家得到對義人，得到義人，自家都係拍得到耶穌基督屬自家，咪意思呢？係講自家相信耶穌基督係個救主，屬自家拍俾自家得到變義人，變唔會錯，因為到透過呢個恩典，自家得到。義人嗱，所以呢個一彼得2:24樣講自家啲透過嘅變相，透過嘅真理，透過嘅變相，自家嘅心得到醫治，自家嘅心得到恢復，所以這樣自家係相信耶穌基督真係曉能屬自家從罪惡脫到嘅方面，因為佢上帝來寫。嘅知識事實時間，佢更加演讓佢嘅分別，就係佢摸取事實時間，暗自加嘅取，屬自家從罪惡呢達到嘅方面，幾樣能夠相信耶穌基督，自家嘅本見人良核，自家相信耶穌基督，即等於相信到了昨天所提嘅上帝。阿門。